继续来看台南，阁有前议长被起诉。这里是台南市第一个女性的议长，叫做赖美惠。讲找人头来做助理，向议会来请助理费232万，这笔钱都摕来做服务处红白贴的配对。台南地检署用贪污罪甲起诉，这嘛是伫个李全教、区丽丽甲郭信良3任的议长，互起诉侦办了后，第4个互起诉的台南市的议长。赖美惠的后生，也就是现任的台南市议员李宗翰，是来发声明，讲尊重着司法的判决，嘛向社会大众来道歉。那230多万的助理费，已经配合着司法机关全部交回去了。过去徛伫咧议会主席台顶，抢做台南市头一个女性议长的前议长赖美惠，去检调查出涉嫌诈领助理费。台南地检署正正以贪污治罪条例，甲赖美惠起诉。根据起诉书讲到，赖美惠伫咧议员任内聘请姓陈的小妾，负责服务处的少妇，后壁区公所姓吴的药品人员是协助处理服务处的代志。三人找吴小姐的小妹和赖美惠小妹朋友来做人头助理，向议会诈领助理费232万，相关开销大多数拢是用来支付服务处红白贴的费用。赖美惠捌是国民党籍，去开除党籍了后，加入民进党，捌连任真侪届台南市议员，落尾坐去咧议会龙头宝座。2008年，伊宣布袂搁再竞选，交予后生李宗翰。妈妈牵涉要去官司，互起诉。李宗翰嘛发出声明讲，尊重司法的判决，对造成社会观感无好，感觉真歹势。230多万，已经配合司法机关全部答应去。对于这样助理费的相关案件其实不分政党，都有蛮多民意代表去遇到。那这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制度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去改善所以这也呼吁未来我们民意代表要更小心，然后不要去误触这些法律。不过，其实赖美惠并不是头一个被起诉的台南市议长，包括第2届议长李全教因为贿选官司被判刑，第3届议长郭信良涉嫌食钱被压起来。第4届议长区丽丽嘛因为贿选被起诉，台南市议会前后任的4位议长全部拢去检方查办。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